一路望啊，文知。慢慢望，慢慢望。係啊係啊，左邊啊，媽媽。右邊係右邊咪又係。左邊唔該，右邊。好，或者呢度呢度。好，呢度呢度係呢度。見低少啲啲係。呢度面就呢度。一路望啊，文知。再嚟再加黃張呢度，唔該。一路望。呢度。好，黃張呢度呢度。我呢度再嚟呢邊。好住啊，文知嚟多張直望啊，中間。好，右邊唔該右邊。右邊嘅文知。望多張，望多張。好，右邊唔該最右邊啦，右邊啦，唔該。中間啦，文知中間嚟啊，張有啦。好，黃張呢度呢度呢度。好，再右邊啦，係呢度。望出嚟文知係。文知嚟一張係呢邊。好再嚟再嚟。好，隔離呢個。呢邊啦，唔該文知，呢邊，中間呢邊就。文知喺度。好，文知呢度，文知。我文知右邊唔該右邊係。下面呢部。直望文知下邊呢度呢度，跟住呢邊啦，右邊少少。直望。文知就喺度。文知人唔搞到呢邊啦，個身係啊，唔該晒你，唔該晒。好，仲有張右邊唔該右邊。下低㗎，我文知下低。文知。中間唔該文知，中間唔該。好，右邊呢度呢度。隔離。好，或者呢度呢度。我哋不過呢度啦，呢度講得嘅。好啦，先得啦，係嘛？要 BB 先啦。好。冇問題。等先報出嚟啊！咪着晒啲箍燈，唔好食啊！箍燈唔好食啊！着晒啲箍燈啊！着晒啲箍燈。咪 check 下啲威巴啦。咪着咗啲箍燈睇下我哋幾多燈膽。我哋着咩？幾多正仆街嚟？開教啊！開教，識聽未識聽？開教。開教。教你講出嚟啊！識晒啦。換咗嘅，文知你後一小步，係啦。好嘅，係啦。盡量抱高少少喎，B B。有兩盞喎。係 BB。我話咗6小啦。慢慢喺度。點個錢得？下面，文知呢度。一路轉。我都話大會最總都係我冇錢啦，我冇喺嗰邊冚出嚟嘅。下面。文知。喺度。嗌聲叔叔啦。慢慢嘅，慢慢下邊。右邊未有，近多少少啦，近多少少。望。文知呢度，文知右邊唔該右邊，set 檔。轉右邊，轉過嚟，啊文知。好右邊啦，轉右邊唔該。轉啲右邊啦唔該。轉多啲啊文知。係啊靚媽。係錫翻媽咪啊！係錫翻媽咪啊！好，右邊唔該，右邊係張，右邊係唔該。hold 住，右邊一路望啊，一路望。係上呢度攞。文知呢度望嘅，好慢嘅，係手工。係呢邊唔該。Thank you。兩張右邊係唔該，右邊。好蛋糕嚟啊！唔該。食下蛋糕啦。
係啊，買個飛上有呢啲燈喎。好得意啊！真係擺上台啊！係阿 Sharon 有話你聽，係啊，影到埋啫。出嗰個車仔，呢度，一路望啦，係慢慢。我問知呢度。再嚟右邊。好，直埋呢個。嗱，靚媽，再嚟右邊。好，中間唔該。好，下邊。好，咪中就呢度。好呢邊。好，問知呢度。嗱，再嚟右邊啊，係細佬。好，中間。好，下邊。喺南望呢度。好，呢度。再嚟。再右邊少少啦，唔該，係。慢啲唔該。再右邊。好悶啊個場。我放張呢度。再嚟啊，敏姐呢度未影，係。食蛋啊！食蛋。直播啊！直播緊喎。比較清楚啲先要埋香。哎呀，老師好食。喂，係咪試過呢個有青燈喎？我俾佢睇啊！極品嚟㗎喎，青燈係。我都有啊！哇！呢張好，靜少少唔該，靜少少。做乜你出嚟啊？呢邊拿嚟嘅。因為我去玩茶。好多種，你嗰啲好靚。我冇啱中意冇你咁多。你係佢哋啲人識嘅。你睇嘅。喂 ，hello，個波咪嚟嘅，佢諗住去波。阿奶，草地啦。你而家開手氣我啦。紅咗之後啦，阿奶開手氣。幾時破處啦？我準備拍片你。食件咩都得，食件三文治都得。你今日留俾佢為咩事咧？我鼻好痛。點解啊？天生㗎，你鼻膜薄。鼻膜薄，你鼻膜薄。噴俾佢哋做咩先啦？噴咗俾你做。Hello。你褪啦，我褪咗先。
有先應該將呢個真係覺得好度係咯，你見到佢真係就識咁真係咁即係但係如果真係都好開心嘅，即係兩兄弟我見到好多而家先難得慘喎，而家唔知點解事。都係想咯，因為自從阿子樂出世之後咧，子樂即係都好熱，諗住啊會唔會即係慣咧？咁但係即係見到佢點解得意啊，活化晒，即係幾攰翻嚟，見到佢笑咁已經啊，算啦咩都冇所謂啦。咁所以再我再生咧，佢都冇反到，即係冇反到。好啊，唔該晒。來，冇人睇住我。嗰陣時都未肥過，你先有禮物嘅喎。有冇？打埋。美嚟嘅，你笑晒。我坐低先，坐唔到啊，嚟啦。後面個收到我啲相，琴晚 send 咗俾你。佢拍俾 Kman 啊，就係咩？咩？個咪仔啲 Kman 啊，啲 Kman 全部未啊。 Kman 唔使 ，Kman 唔收嘅 Kman 唔收㗎 ，Kman 唔收嘅。哇，係。我跟你嚟啊！冇計啦。執咗好貴嘅味。等陣先，攞啊街攞咗個篋先，佢行過嚟。可唔可以雙手？因為我得，睇住睇。睇錢啊，敏芝。提高獎大，發高獎啊！個人。睇。睇。小心啲線啊，敏芝。哦，敏芝睇線，敏芝睇線。我跟住佢走而家。係咪國語啊？係。係啊。但係我等先。一次過做啦。做咗拍，頭先踩住咗啊嘛，踩住條線。呢度都有啊，呢度。我幫你攞。我使唔使拎㗎？拎啊！我拎呢個，我好重，我拎唔到咁多。你幫我個膊啊嘛？OK，好。清澤。好。咁樣得唔得？得未？爸爸，你可唔可以幫我影一張咁樣啊？係啊。佢係我爸爸，18。好，撈晒未？好，敏芝今日佢呢個拍樣都搞咗啦，
对呀，这个 party 其实我已经安排很久啊，怎么说呢？因为最近我在拍那个《溏心风暴3》，然后真的非常的忙，但是为了我的儿子，我都拼命的去搞好这个 party。哎，终于到这一天了，我真的很开心。今天是他的100天我希望我的儿子就是身体健康，然后开开心心这天可以给他一个好好的回忆。对呀，其实我结婚，我都是在巴黎结婚，我没有去搞那个那个晚宴我就是在那个外地去搞了所以我觉得儿子比我结婚更重要。仲忙過結婚喎，咁樣好似。對，因為其實我太愛他了，我覺得應該給他一個好好的party 了當他長大以後給他一個很好的回憶，還有其實他現在不懂，但是到他長大以後，他可以看看很多相片啊，很多 video 然後看到很多 uncle aunties 去祝福他我覺得這樣真的很開心的。湊佢咩時候有冇咩時候特別比較辛苦啲，要出多啲力嘅咧？其實我覺得子樂就是都蠻乖的他不是怎麼說呢他平常都很乖我覺得我可以放心的去工作交給我的媽媽，然後我的姐姐，然後他們可以去照顧他所以我覺得他都 OK。子樂見慣咁大場面都咁定當，會唔會一齊考慮拍下廣告咁樣？其實我真的沒有想到我的兒子看到你們真的一點都不怕，你看到他不會哭，然後很鎮定，然後很淡定我覺得很奇怪，然後很神奇，因為平常我們在家裡看他都會哭這樣子他的膽子很小的，但是為什麼看到你們有那麼多人拍他一點都不怕，所以我覺得他可能就是遺傳我的一部分東西，就是看到鏡頭都是懂得望鏡頭然後不怕了，所以看看他長大以後怎麼樣，但是我覺得我想他讀書比較好，練書不要去入行，因為看看我都比較辛苦了這一個行業，我覺得他應該練多一些書，這個才是最好的。但係咪準備即係有諗過追多個女我先搞好子樂，現在的這個時間很重要的時間，就是剛剛出生，然後之後我看看我的身體怎麼樣，如果 OK 的話，我都想試試再生多一個女兒就太好，如果是美美，生多一個美美給她就完美了。會唔會或者2個以上咧？或者你之後你發現生日都好好也不會了，因為我的年紀已經差不多大了，所以我不可以生太多。我覺得生多一個就可以了，最後一個。老公咧，老公點樣睇老公沒有，老公都是很怎麼說呢？他之前沒有想到那麼喜歡，然後現在他都很愛我的兒子，然後我跟他說我要生多一個女兒給他，他說好啊好啊好啊，就是因為小生命實在太可愛了。對呀，因為現在他真的太小了，3個月，然後我覺得一年之後的事情吧，再看看當時我的心理狀態是怎麼樣。如果我真的很想生的話，就試試了。有可能當時候，哎呀，我不想生了，我已經瘦身了，我想去拍東西然後去拍戲拍廣告我不知道當時候的心情，所以要到1年之後才去計劃。好，唔該曬文芝 ，thank you，辛苦曬。文芝仲有廣東話。係啦，佢開始直播就係321倒數嘅，我轉個頭打俾你，你唔講都話。你記得後面。
聽住睇先，聽住。知道。文芝仲有啊，文芝。豆腐俾優。文芝。仲有個廣東話。廣東話。廣東話都係嗰啲嘅，但係廣東話㗎。廣東話。好。等等先，唔好意思啊，sorry。歪咗個牌。攞咗。好嚟得。攞咗。唔係啊。好嚟得。係啊，今日你見到我着到好似結婚咁咧，係因為我真係冇擺結婚酒嘅，即係當時結婚咁。加上咧今日我係覺得個仔100日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日子，咁我就借啲嘢，借佢呢個日子大日子嚟咧，俾媽咪去辦即係開下 party。其實呢個係大型 party 嚟嘅，基本上係借啲嘢去玩咯。咁呢條裙子特別啦 ，Cap 佢設計嘅設計師咧，咁啊好有含義嘅，即係好似一個日出咁樣，即係好似一個新生命嘅誕生啦，個顏色漸變咁樣好靚。咁我就覺得好開心啦，好多謝佢哋送佢唔同嘅嘢啦，亦都開心好多嘅。阿仔即係又攞咗個人嘅資產啦，佢而家係咪驚嘅？其實咧，我係尋日帶佢去攞獎，連埋今日8日宴咧係第二次帶佢出街嘅啫，見咁多人係未試過咁樣出街嘅。但係我都唔明點解佢可以咁鎮定，因為佢喺屋企咧好蛇龜㗎，佢好細膽嘅，即係譬如垃圾桶開大聲啲咧，佢都會喊啊或者扎醒嘅。但係佢今次見到你哋咧係完全係唔喊，好鎮定咯，所以我覺得佢可能多唔少都遺傳咗我少少基因。係啦，咁好犀利啊！真係。B B 係咪真係餵人奶㗎？係啊 ，B B 係餵全人奶嘅而家。但係你咁忙咧，即係有冇時間咧？其實嗱，呢一個 point 咧，我唔認叻嘅，因為我真係拍緊劇，一邊拍劇一邊泵奶嘅。咁就好多謝劇組啦，《溏心風暴》嘅所有監製啊，即係導演啊、演員咧，都放幾個字俾我去，即係去做呢樣嘢咁偉大嘅嘢啦。咁因為其實你都知道母乳咧，其實係真係好好啦，同埋過咗就冇㗎啦。咁我想希望我趁我有呢樣嘢嘅時候咧，我想俾最好嘅個仔。但係適逢因為拍緊劇，啲時間好顛倒啊，咁所以我自己會比較攰啲嘅呢排，因為一邊要處理呢樣嘢啦，一邊要拍劇啦，專心咁，所以都好多謝大家都體諒同包容咯，係啦。好多人想知咧，喂沐浴咧，需唔需要特別戒口㗎？喂，沐浴係要嘅，即係你唔可以食辣嘢啦，你唔可以飲酒啦，你唔可以食咁多熱氣嘢啦，譬如朱古力啊，好多嘢咧唔好食咁多，因為你食咩咧就過翻啲咩奶落去即係 B B 嗰度啦。咁我就食不嬲都好彩食得清嘅，咁所以對我嚟講戒口唔係難嘅事咯，即係呢個。有冇諗過快啲再追多個啊？我都想，但係因為而家開緊工真係好忙啊，同埋我開刀咧都要等可能1年後先考慮咯。咁等個傷口好啲咁樣，我都想即係生多個小妹妹俾佢啦，陪佢啦。唔該晒，得，我講。謝謝，咁先進嘅呢個。阿奶啊，喂，直播廣東話照唔好拎走喎，係啊。唔記得咗。你今日又唔記得？你係咪想抹多張？你係咪想抹多張紙巾啊？你仲記得㗎？有啲 guest 嚟緊嘅，有啲特別。喂，拎神俾膠紙我，得唔得？咗啦，係濕啦，冇曬嘅啦，冇濕啦，咁慘嘅。
我冇喺你度啊！我開俾你睇。睇一支，因為左右發冇咗嘅，先唔溫嘅。都好大喎，咁柴啊柴啊！膠紙應該喺個袋度。好啊。有咩匯報啊，隊長？有咩想帶？你好心。係啊，邊個食？係喎，你而家過去啦，迪頂嘅應該就空啊，人奶糕，呢兩個得嘅，人奶糕啊，喂，你慢慢對蘇蘇嚟3點都得喎，你食得正嘅，驚喎，我教你，佢食一嚿先，得啦，有咩都得，係啊，咁樣就得啦，我嚟出嚟㗎。唔係，你個幫你啫，要食飯嘅。冇事，睇住。半攞係後邊咧嚟整嘅，有睇嘢喺度啦，而家同埋正面啦，即係嗰邊都有壓住嗰啲咧。
嗰啲普通嗰啲咁樣夾住個大髀頂住嗰啲，但係我唔記得。你叫我要食40嘅，我要食你啲靚咗就唔好影啦，嘥心機，圖片都要啦，係嘛？圖片。起死回生啊！我唔係咁嘅。起死回生爽就係呢啲喎。我哋計上面嘅，唔係計下面。牌喺紅飛飛嗰度。有位係咯。你先做牌唔緊要啦，用住半牌先啦。唔係嗰個咩好即係如果點咧？一係就跪喺度，如果唔係跪點嘅。呢度喺度。
我哋影住佢哋先啊！三位，喺左左左，三位。好，中間呢度，中間。好，收呢度。好，三位左手嚟。係啦，隻手低少少啊。細佬，係右邊。好，三位呢度。好，一齊俾張呢度。好，呢個係。好，跟住右邊係呢個。唔該。好，呢度，中間。下邊呢個。我左邊唔該。好，一致嘅，唔該。好，再嚟呢度，右邊係。眯咗眼啊！可唔可以抱多張啊，小朋友？呢邊嘅，擘大啲。係啦，好時間係啦。1、2、3係。好，再右邊係。右邊唔該。好嘛，右邊。好，俾多張呢度。維維，接你啊嘛你，接力，識。阿達，維，先啊，好隔離維維唔該，維維喺度，阿美啊係，好，維再嚟先嘛下邊，一路見緊就，我呢邊，一路望緊係，好最右邊係，維右邊唔該。右邊唔該，我望一個，再嚟中間下邊，係咪呢度咪有？呢度，再右邊唔該右邊，我走，啊或者再嚟咁多次啊，一路望，我其實呢邊啲出街嘅，咁你即係唔當翻屋企人講嘢，即係翻咗場仔，我就係呢幾日啦。我唔出街係驚佢熱白表係高都係白，偏先買到。如果你冇邊啲都係適合嘅嘛，皇宮陣時，真於呢陣。喂，影緊㗎啦喎！兩位。好，兩位呢度準備啊！文師一路好啦，文師望下呢度係，好望張呢度啲。好水，唔係啊！哥哥而家中間位靚啲。小儀咧，出嚟。唔要小儀啦，唔要啦。好，呢度。好啦，入邊係。好，兩位一致。好，兩
調轉咗。好，左手邊心美少。問得真，直話下邊。hold 住，心美大哥。好，喺右邊啊，右邊係。唔知，有位後邊旁邊，有位呢度。真啊。好，影咗張啊，心美。嚟嘅突出。好嘢。可以等啦，可以等啦。睇少少大會，睇少少。大會影咗先啦，長仔望呢個睇。好，你中間少少啦，啊 ，sorry， 唔好意思。好，兩位，正面啲，嚟咗軌道少少。呢度。好，呢邊，好，接埋下邊呢個係。好，右邊係啊。左手邊唔該，兩位，左手邊唔該。我呢邊唔該。好，望將呢度。好，隔離啊，隔離。右邊啦，唔該。都係右邊。好，中間唔該。多謝你，thank you。係喎，長仔影咗單人，長仔影咗單人啦，中間位，係啊，有啊，長仔係唔啱啊，呢度唔啱，係好啊，呢度，你睇，長仔直嘛，長仔呢度直嘛 ，OK， 長仔呢度嘛，我呢邊先，好，白蘭州直嘛呢個啊，直嘛，長仔唔該，長仔唔該，左邊唔該。陳真啊！哇！邊個同仔翻屋企？邊個？梗係上馬啦！一齊影。德哥，咁多位企埋少少影張相先。咁多位。中間呢度。好，中間右邊，陳生呢度。好，一字直望下邊呢個。好，左手邊啊，唔該。好，一字嘅，唔該一字嘅。好，唔該。好，右邊係右邊。好，一齊呢度呢邊。各位左邊唔該，呢單少少唔該。好，直望中間呢。好，右邊啦，唔該。好啊。應該嘅。德哥。有歌抄翻俾你咯。新仔邊嘅隻價2000蚊俾我天生嗰啲煲係咪咧？中間位嘢啦。中間係亨爾松嘅。好兩合照先。好兩位望出嚟。好，中間呢度。欣怡。好，兩位靚女一致嘅，唔該。欣怡。好，兩位右邊係啦。左手邊。好，再嚟中間呢度。左手邊。右邊唔該。好，兩位一致正話下邊。再嚟右邊。好，兩位右邊唔該，再嚟右邊。好，呢度係。好，小心啦，欣怡。兩位靚女一致嘅，唔該。望。好，麻煩一致嘅。呢度。大會咪？好，最大先。杏兒唔好走住，杏兒影單人。我呢度。我大會先啦。喂，走。
大會影完俾人，影多張唔該，影多張就唔該啊，係定頭，唔該晒。好啦，呢個後面啲一路望係，唔該晒。好，好，飛飛飛，後面其他人，好快啫，好快啫，很易，很易，很易，我哋得啦已經，係好，很易 ，OK，有，好啊，呢度，好嘅，唔可以再嚟，右邊，好右邊唔該，紅色衫個靚女，唔該你呢度，紅色衫個靚女唔該你，啲訪問安仔，喺度你，韓國翻嚟咧，韓國翻嚟。好兩位喺度，你想講咩？安仔，唔知。好兩位接埋右邊，好兩位接埋下邊。好呢邊，兩最右邊唔該晒。我哋一隻下邊，右邊。好一次接埋位，兩位左邊安仔，左邊。好一齊呢度。好下邊隔離。好呢邊係右邊係。安仔唔該。我俾多張呢度。好麻煩，好麻煩，意思好住，安仔唔好走住，未有，安仔冇走，左手邊，隔離，多少少呢邊啦。好麻煩，我多張唔該，安仔，好，唔好意思，少多張嘅，唔該。好，thank you，唔該。兩位攞多張依度。好，單人，安仔，中間少少，安仔。呢度，慢望啊。好，過嚟右邊。我一定唔係嗰啲。安仔。我聽日翻早喎。安仔，安仔右邊係右邊，安仔，安仔右邊唔該，安仔呢度，安仔左手有啊有冇啊？安仔你右邊唔該係，安仔後邊，安仔唔該，唔該晒安仔。我幫手啊！好，一齊望張相。等。誒，未影啊，未。大會嚟。望呢個，唔好意思，呢幾時間？好，俾咗呢都係兜入邊啫嘛，最好係其實入表情好正啊！表情咁得意，咁姑娘好正。連生。你又爽啊你！你又爽啊你！呢條嘢，我做呢啲嘢，空頂都好。摸摸先，係時候分解啦，表演啦！唔好遮住你。後一步，馬步。一路係啊，一路。好呢度，好啦，影姑娘。影個相先，影相。4個一齊影啦，好唔好？
假嘅。哦，2萬。唔係唔識係嘛？好4位。頭先我準備好㗎啦。好，咁多右邊。我呢邊唔夠啊。好4位呢度。中間呢度。再嚟位右邊張，右邊手4位唔該。連三。好，4位中間呢度。好，攞張呢邊。好，隔離呢部。好，一致嘅4位唔該。好，一致嘅。好，再繼續。我忍唔到笑。你當係啦。你係嗰隻野獸嚟，你係野獸。好啦，傑仔唔好走住啦，傑仔唔好走住，好，先，你嘅大聲，好，右邊，好，呢邊，兩位，好，唔好兩條山，係唔該，呢度，右邊唔該連晒度，好，一齊呢邊，好，隻馬，兩位右邊唔該，右邊係，好，望到張呢邊，好，要多張嘅，唔該，thank you，傑仔唔好走住。好，呢度，朱雲，有咩啊？好，呢邊，大師，影張相先。好，兩位呢度，斯文，我右邊啊，好，我張相。大會影完好啊！好有，唔該。好，唔該晒，你啊 ，thank you。傑仔單人，好，兩個先。傑仔呢度啫嘛，好，俾張呢度，好靚仔，唔該。呢度望張，好，俾張呢度。好，呢度，好，冇得爭嘅，thank you，唔該。西貢魚仔，個租啊！中間少少啊，3位，好望一望，呢度，中間先，好，一致嘅，呢邊唔該，好，望多張呢度，3位呢度，好，3位一致直望，再嚟右邊嗰3位一齊望一望，好，一齊呢邊，3位，左邊，好，直望下面呢度，好，跟住就呢邊，3位右邊啦，唔該。我呢度中間唔該呢度，3位呢度。我3位呢度望張。先嚟先楊敏芝。我仲喺呢度呢度望啦張聽呢度。張先，OK 啊，好，3位就唔該。咦，你咪西裝友？西裝友，西裝廣播。公安喺邊度？我哋俾你。華女先生，好呢度，係我嘅老公。好一致嘅，有。好呢度一致嘅。傑仔冇見到邊樣高嘅。翻嚟，後少少。
實嘅一種，俾多張你，hold 一 hold 啊，hold 一 hold，hold 一 hold 啊，唔該，揸頸出現，呢幾唔該，揸後羅我啊，過線嚟，Sonia，過線嚟，好耐冇見，係啊，我拉住你先，後邊嗰度，唔使話後邊，Sonia，係呢度，阿達，你收埋條咪線走啊，轉過嚟後邊啦。一齊影坐低，大會影先。咩啊？影先啊！喺度影得，但係你影唔走就得啦。阿維維 Sharon， 邊個位啊？維維 Sharon 一路望啊！右邊係咪？好，兩位一致直慢啫嘛，維維。我哋緊嚟緊嚟。喂，喺度可以。好 ，Sonia， 好耐都冇見啦，今日特登過嚟做咩唔帶埋自己個小朋友過？做咩今日唔帶埋自己小朋友過嚟嘅？好像原來可以帶小朋友過來嗎？有啲人都帶嘅。我不知道哦，因為我化完妝，然後我女兒回來看見我這樣子，還在哭，叫我帶她去，然後我說不行啊，因為是大人的活動，不能帶她去的，然後她就一直哭，好慘啊！阿女係咪都成日女你帶佢出街咁樣啊？是啊，因為現在很多時間陪她，所以如果我自己出去的話，她肯定會要跟着我去的。但係今日唔好意思啊，但係今日有冇準備啲咩禮物俾啊？Sonia，唔好意思啊。哦，禮物方面其實之前已經送過了，所以今天晚上我還是送那個現金然後就大家開心見面這樣。我現在還不知道，因為他們還沒有什麼接觸過我。如果他們接觸過我，還是咁都好似好耐冇見，你自己係咪都掛住湊女，都冇做其他嘢？其實我有出來工作的，但是大部分都是在大陸，然後香港都比較少一點。但是我覺得這樣的工作的量是剛剛好，因為現在我的女兒好需要我每天都要給她做功課啊，教她寫字啊這些東西，所以現在她比較需要多一點時間。其實我現在正在進行這個計劃的，如果我希望有好消息。好，多謝Sonia。
辛苦晒，辛苦晒。我攞走呢啲先出嚟，唔該晒。唔係我講咩我都要，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廣東話係我都要。唔好意思啊，辛苦晒。唔記得咗。我嚟得好。其實我好想帶佢嚟嘅，我唔知道原來可以帶細路仔嚟㗎，因為我出嚟嗰時咧，我女咧啱啱就翻嚟，見到我着好晒衫化好晒妝，佢喊住咁樣話：媽咪我有開咁樣。咁跟住我話唔得啊，大人做嘢啊，唔可以帶細路仔嘅咁樣。咁跟住就我話我好快翻嚟㗎啦，得㗎啦咁樣咯。其實禮物咧之前已經送咗啦，因為我哋好近嘅而家，咁就今次嚟就亦都係俾啲禮金咁樣。其實我知道有好多觀眾都好想睇翻呢個經典嘅劇，咁但係都未有人接觸到我，咁所以到時先算。其實呢個當然會啦，因為我女而家係好需要學嘢啊，好需要媽咪去湊佢啊、教佢啊咁樣。咁每日我都用好多時間去忙佢嘅嘢啊，即係我覺得我日都好忙㗎啦而家。咁就工作方面間唔中都會有喺大陸度做。係啊，其實即係呢個計劃係我哋今年嘅計劃嚟嘅，進行緊，但係就仲未有好消息。係，唔該晒。好，沖一陣。喂，擺度，唔好撞嘴。仲有人。做啊，五姑娘咯，擺度。做咩啊？有冇幾本啊你？我有啊。等先啊，唔好意思，攞多少少，我攞個電出嚟先。撳住呢蚊。喂，咁我去中午杯嚟先啦。你擺咗我哋邊？唔使我講。
哦，呢個唔要嗰個。好，隔離嘅，隔離嘅，唔該。我咁樣兜，我兜過嚟啦嚇。啊，真係。過嚟啊 ，Bosco， 係。起少啦，唔好意思。好。影相先，影相先。大會唔好舉手，大會近後啲啊！好，慢慢聽，慢慢聽，慢慢聽。唔好驚啊 ，Bosco。喂，訪問。好嚟。喂，訪問。我最憎影張相啊！我覺得喺度。好真啊！比較重，我唔中意去飲㗎，比較重。唔該，我擺一啲啊，俾晒，咁重啲。幾好笑，好辛苦啊！我驚你。好辛苦㗎。我知啊。我啲國語啊，國語啊。係啊。累啊。我合埋腳先，唔好意思。得未？你交俾啲老人家做先，好，交俾老人家做。冇事，我聽你講啊。我會。得未？好，5個兩咁，今日咪準備咗啲現金俾阿文姐。我覺得你們記者們都是很貪心的，我一來就是問有沒有禮物送給小朋友啊。我覺得小朋友不是這麼貪心的，如果真的貪心，都是他的父母。開玩笑，沒有。今天我帶了現金過來，因為小孩子出生的時候我已經送了禮物給他了，所以我希望他快快樂樂長大，一路長大，一路乖乖的話，我們的 auntie uncle 會送很多禮物給他的。今日都見到好多老朋友係嘛？我的朋友一點都不老的。什麼情況？沒事。對，今天真的很開心，因為我真的很少出來的，所以今天晚上因為他的兒子100天嘛，都能看見很多舊的同事，很舊的朋友，所以很開心。嗰邊。我肯定已經不是乾媽媽，因為我已經是他半個家人。
我是敏姿的姐姐，干姐姐，所以我的辈分应该是大姨妈，所以不是干姐姐。名字很难听，所以我叫他儿子长大以后不要叫我大姨妈，叫我 Auntie Five。OK。当然吧，因为作为演员都已经20几年了，刚去年的时候我当导演很开心，很过瘾啊。但是很多人以为，我当导演以后呢，会不会再当演员？我会的，因为导演太过瘾了，但是我需要时间去学习，所以我今年继续当演员，都会当演员，导演都会。明年吧，明年开始可能要拍電影啦，因為今年沒有時間。好，廣東話。哎呀，你快啲。係啊，冇咁樣好緊張啊！你唔使緊張，因為廣東話。好，唔該曬，今日我話都準備咗現金做人情咁樣。我覺得咧，你哋記者們都好貪心㗎，見到每個賓客嚟到都問有冇帶錢嚟啊，有冇帶禮物嚟啊？因為我覺得小朋友咧，其實小朋友咧唔貪心㗎，如果真係貪心應該係父母㗎。不過佢父母真係唔貪心嘅，講真。咁我今日係帶咗現金嚟嘅，因為阿雷球棍咧，即係阿雷子樂咧，佢出世嗰陣時候。我已經送咗禮物俾佢㗎啦，咁我希望佢快快樂樂、快高長大，越嚟越乖嘅話咧 ，Auntie 同 Uncle 咧都會送好多禮物俾佢嘅。你而家問得咁口響啊？係啊，我好唔中意中國人咧安排啲輩份啲名咁難聽。早知我唔做阿敏芝嘅契姐啦。大家以後做契哥契姐咧，要睇清楚啊！做咗契姐，佢生咗個仔之後，我變咗大姨媽，我係好唔中意呢個稱呼㗎，所以我希望佢個兒子咧長大之後叫我 Auntie Five， 甚至乎 Miss Five 㗎，好認真好似係個樣咁樣。好，唔該晒 ，thank you。辛苦晒你。唔係啊，嬲都嬲，唔使話咧。威文，聽講惠芳講聲啦，原嗰個係呢邊。惠芳啊，同佢講話杯場原嗰個係呢邊。邊個啊？我想聽佢直播，一齊係除拍嘅之外。
點啊，大佬？係大佬，打嘢。係，即係瀨嘢咁好。點解又瀨嘢啊？做咩事瀨嘢啊你啊？左邊一步，得唔得？收靚仔㗎嘛。對唔住大佬，喂大佬，俾面啦。唔好講粗口啊。對大佬，俾面。因為好嚟。好，多謝今日準備咗啲咩過嚟啊？自己。我首先就準備了我的通告。啊，我的通告已經開通了，我今天可以跟他們開着一個那麼大的party， 還有當然是紅包，因為我覺得現在的小孩已經很幸福，應該他有東西，我覺得他那麼幸福的寶寶，肯定什麼都有，所以我就別傷腦筋了，就現金比較靠譜。但係而家到咗年紀都成日去啲朋友嘅個仔嘅拜年。說坦白，我真的身邊我最近不只是這月，就是這一年，我的朋友就說生小寶寶了，生寶貝了女士啊、偉雷啊，還有我自己的一些同學都第二個都來了，真的是可能是我們這年紀一起長大的，他們都全都結婚了。就又生了，也生第二個了，就太厲害了。幾時到你啊？沒有了，我覺得他們都說我到了適婚的年齡，但是我覺得還沒到適婚的時機。這我也想，就有一天可能有一個 baby 的，但是還是緣分吧，還是緣分會給的。係你太忙定女朋友太忙？係你太忙定女朋友？我太忙了，真的是這每一天都在工作。因為我覺得生一個小 baby 是一個很大的工程來的，就你不只是就把他生完就算，你還陪他長大教育啊。就如果以我現在的狀況來說，我真的恐怕我有一天回家，這個 baby 這個叔叔是誰呀？uncle 這個 uncle 是誰呀？哇，我就慘了，我就。係咪都未有做爸爸有心理準備啊？真的未有做爸爸有心理準備啊？其實真的還沒有，因為那個時間都全給我的工作上面，暫時真的太沒有這個準備。有冇？我當然 OK 啊，因為我經常都有運動，但是就是因為你背着一個老人家嘛，老前輩嘛，也不知道他身體的狀況是怎麼樣，而且自己又背着他跑，我要更注意，就比平時自己背其他人的時候更注意，因為怕弄傷他啊。我覺得想想你真的娶到一個好老婆，有一天就香公主就跟我一起拍戲，她突然間問我，她認識我那麼久，還沒有問我關於煮東西煲湯那些事情。她突然間問，哥，如果有點感冒，煲什麼湯，喝什麼湯比較好？我說怎麼了？想生病了嗎？是。然後我就
就教会他煲一些比较滋润的一些汤给他，然后他最后告诉我煲了一个什么苹果雪梨，对，那这个没有啊。其实我也有问过他，先出卖一下他，就有我就问过他，哎，有没有想过要生 baby 了？有这样的计划，但是应該時間還沒到吧。好，睇嘅，廣東話嚟啊！廣東話。係㗎。廣東話。而家兩邊都要㗎嘛。係啊，得咪。哦，好 ，Bosco 咁啊，係咪？大人然後結婚你都俾到手軟係嘛？我覺得今年真係呢兩年都唔止今年，實在身邊太多朋友生 BB 啊，即係好似近一兩個月前都已經好多，我自己同學都生第二個啦，維維又生咗啦，敏芝又今日8日啦，所以真係好多，即係到咗適婚年齡呢啲咁樣嘅界別咧，即係特別多嘅真係。幾時到你？冇啊，到咗適婚年齡嘅，但我未到適婚時期。有冇計劃過啊？又真係未有嘅，因為我覺得結婚生仔呢樣嘢咧係一個即唔好講結婚先啦，成日講生仔啦，已經好大工程嚟，因為你一定要有時間去照顧個 BB 啊、教育啊、陪佢長大啊咁樣噶嘛。咁你有一日你咁鬼忙喺度做嘢，突然間翻去屋企個 BB 叫呢位叔叔係邊個咁咪死啦！我真係有，唔係即係我朋友啊，真係有一個咁樣嘅事件出現嘅台灣人化妝師，佢走咗幾個月去做嘢，佢喺同BB 喺度嗰啲視頻啊，個小朋友問呢個叔叔係邊個喎？幾傷心啊佢！心都碎埋啊！真係碎晒個心。咁係你忙啲定女朋友忙啲？出唔到計㗎？忙啊！我十分忙啦，又要拍唐衫，又要搞好多嘢咁樣，所以真係忙。咁佢趁外景問我啫，即係佢外景啊，即係強強娶到好老婆啦。一外景見到我阿哥，如果有少少想感冒咁樣煲咩湯啊？我話一估到佢啦，趌起條尾我知佢想做乜，咁咪教佢煲湯咯。唔知啦，即係我問過，我都問過有冇想生小朋友㗎，都想嘅。咁有計劃啦，但係未到時候啦。咁呢啲兩個人嘅事自己搞掂啦。好，好，thank you，送晒，你打錯位喎，你打錯位。可以入席啦，可以入席啦，執好啲過嚟啊！執好啲過嚟啊！唔使啦，有人幫我哋執㗎啦，我哋入去先啦。好，幾位阿 Sir 可以上房啦。阿 Sir 上房啦，大家可以上房㗎啦。喂，收機啊！咁我換卡先有。冇啦。咦，未識機喎，剛撞過。好㗎。